世界别行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蔡英文总统今仔见欧洲议会访问团，昨已经甲美国前国防部长见面，唔那安尼哦，昨嘛传出美国国会议长 Nancy Pelosi 后个月可能要来台湾访问，上时立法议长杨锡坤即马嘛伫欧洲访问，会使讲咱台湾外交工作是真烧脑。美国前国防部长甚至讲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已经无效，总是咱嘛看到中国为着 Pelosi 可能要来台湾去噗噗，唔若警告美国唔通安排 Pelosi 来台湾，佮呛声讲后果美国就要家己负担，是讲啊无啥物人要负担，假讲的。嘛，佮中国的军机逐角来入侵咱的领空，中国接来乱，美国、日本嘛拢嘛会戒备。中国遮的军事干扰是咧暗算啥物？咱安怎徛区域安全的立场，甲美国、日本共同来面对？今仔日咱就来讨论遮外交国防路的问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观众朋友平安。邀请军事记者郭鸿忠先生，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王坤义理事长，大家好。邀请军事迷布洛克军武安妮，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今来看吼，咱台湾外交路吼是真闹热。蔡英文总统昨甲美国前国防部长见面，今仔日搁甲欧洲议会副议长见面吼。上时嘛，即摆咱的姚锡坤立法院议长嘛伫欧洲来访问，搁来昨传出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后个月可能会来台湾来访问吼，咱今仔日要来讨论遮个外交事项，以及甲伊有交叉的国防的问题。但先，咱先来看今仔日蔡英文总统见欧洲议会议长的报道。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讲，有一只波克级的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19即天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表示讲，这边的自由航行的任务。表明美方对印太地区的隐示，因为班福特号16才入去到南沙，研判应该是为南平向北平趟过台湾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驶期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班福特号通过台湾海峡，共军东部战区发言人19即天表示讲，全程拢有跟踪甲警戒。批评美国伊安尼定定咧挑战、创手制造台海的风险。不二个平面媒体的报道嘛讲，中共山东号防空母舰19即天防记录就现身伫个台海中线以西南下通过金门外海，亲像是互这个西南边空域咧酷射美国空军 RC-135锁定着目标。中美这两只军舰是毋是有可能伫个短时间内请瓦达来做武力？ We admonish China not to destroy Taiwan's Plossing, but to take an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part in maintaining and securing the current status quo based on mutual and respectful dialogue. 总统蔡英文伫个20即天早起接见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比尔表示，欧洲对中国已经偷偷趋向单方向改变现状的做法，表示真严重的关切。强调未来敢若有台湾人会当来决定台湾人家己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林老师，咱看到蔡英文总统，不管是见美国国防部前部长，也是今仔日欧洲议会副议长吼，这因拢讲到国防的问题，甲台湾的安全相关的问题。咱知影讲，咱台湾前20天吼，咱可能拢较要以咱的正名制限遮的法理的独立遮的问题。毋过，咱看到这几天吼，咱台湾伫国际社会受到重视别国拢是徛伫这个区域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咱台湾。至于咱今日欧洲副议长吼，甲蔡英文总统讲话，说讲互中国听即款的话吼，咱即马看台湾的外交以及伫国际上的地位，安怎看咱会使安尼讲啊，吼，即个甲即个中国啊，中国大陆吼，伊所行的行为，就有足大的关系。是。会使讲就是讲，这北京来借着国际社会哪关心台湾的安全。是。安尼讲无北京，对台湾这个武力的恐吓吼，我想这个国际社会袂讲遮尔注重
咱台湾海峡的安全。是，就是看到讲最近差不多这2冬外我也个记得2019啊，咱国防部为9月开始算，差不多10几届入来咱的这个西南防空识别区是，到这个2020年变成380届，到去年2021变成961届。哦，所以会在讲这个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威胁，个包括今年2月24日这个乌克兰战争，是，和这个国际社会都遮尔来关心、来支持台湾的安全。所以我讲这个应该是北京爱思考的方向。是，王理事长，咱看你是留学欧洲的吼，看到欧洲议会副议长来台湾，来这个访问吼，搁讲话互中国听，你感觉讲安尼对欧洲这几冬吼，对台湾较重视吼，敢款甲林老师所讲的是出伫这个中国的云端的。去年吼，这个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吼，伊就报道过讲，台湾海峡啊、台海啊是全球吼上危险的所在。是。哦，这篇报道了吼，规个迄啥欧洲的迄个眼光啊，规拢看伊台海来。哦，所以这是啥？这个媒体的效应啊，那有足大的影响着啦。吼，因为较早来讲，欧洲讲实在对台湾实在上过足远的啦。吼，这第一点。第二点，咱也要注意到吼，像这个英国的迄个伊丽莎白这个航空母舰吼，两都嘛为东方来啊吼。是。那来遮去到日本嘛，吼迄个啥法国的迄个军舰嘛是两都为台湾这边来哈。所以呢，咱会注意到种这个啥，这个欧洲的大国啊。嘛是爱趁这个叫做台湾那个台海的这个热度啦，吼，因为中国崛起了吼，所以大家拢来遮来趁热度就是啦，吼，就这个问题。当然，甲好呀，这个林教授讲的吼，24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啦，吼，这是因也影响到大家吼，去较关心讲台湾是毋是今仔日的乌克兰，明仔载的台湾。哦，吼，这是安尼，所以规个拢迄个啥，欧洲的迄个眼光规个拢为这边来。老师，你拄仔讲化修，这听起来是讲较无具体的这个行为，无具体的这个目标。总是若是欧洲看乌克兰想到拢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动手，这因敢有这个具体的想法？我刚讲过吼，就是啥，像迄个英国的迄个伊丽莎白女王这个。航空母舰，吼，已经过来边来为东方来啊嘛，是，吼，又搁是啥？香港的迄个无国安法了吼，所以英国对这个啥，对香港对东亚的这个态度吼，规个拢无共款的是吼，所以较早虽然英国即摆来讲毋是大国啊，毋过因为伊的政策拢随这个美国的在行吼，所以这是有上重要的迄个所在吼，因为美国重视这个是，即摆叫做印太，吼印太战略。伊重视这个是英国那目睭来看伊遮来，这第一点吼。第二点，因为咱也注意到，为今年的迄个啥，为5月份啦，这个叫做四方会谈吼，伫这个东京举行的时吼，这是就等于说是迄个啥，国际事件内底吼上重要的一个迄个啥，伫这个战争吼，乌克兰战争之外上重要的一个迄个行动。是。这个行动了，这个啥，这日本的这个首相啊，岸田文雄吼，伊这个伊的外交啊，吼，就是为欧洲走啊，咱来讲讲迄个 G7。加这个欧盟的迄个高峰会哈，你看这个日本的这个啥，这个首相岸田文雄拢早已参加，哎，拢个影响这个欧洲哈，欧盟啊是这个叫做北约哈，拢发表迄个啥联合公报甲中国当作这个叫做系统性的威胁。是。
吼，所以这个咱看到迄种日本也是感觉这个啥，俄罗斯对伊来讲是一个威胁，中国对也是一个威胁。啊，你加这个已经过身的这个安倍哈，安倍晋三哈，伊就讲台湾有事吼，日本有事吼，啊是共款的日本甲美国同盟的有事，是吼，即咱即个讲即个有事，就是有即个战事的事啊，发生战争的事吼，日本绝对不当脱离即个啥台海的即个传出之外，是吼，所以几个条件来中，第一个就是啥，因为迄个媒体的效应，吼，就是经济学人报告，吼，报道讲，台海是全球上危险的，上具威胁性的所在，吼，危险的所在，吼。第二点就是啥，因为迄个俄罗斯吼入侵迄个乌克兰，吼，这个促成这个台湾的迄个地位互看开着。第三点当然是因为日本哈。这个安田文雄那定在个在甲这个啥西方或者是欧洲这个眼光扭到东方来。第四点是安倍吼，咱伊讲到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本甲美国同盟的有事。这几点综合起来看吼，今仔台湾的这个地位吼，迄个危险的这种地位吼，会互大家看会到。从主要就是咧即个因素吼，差不多定安尼。是，安尼拄则理事长讲吼，经济学人杂志讲，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吼。咱阁看到侪欧洲的访问团来台湾，美国嘛有访问团来台湾，可能后个月国会议长嘛来台湾。你若是做一个民众来看吼，你看到足侪访问团来台湾，你敢有感觉较安全？以及你看到遮个外交事项的代志了，你敢会期待讲了后有啥物具体的行动？我是蛮赞成他们来台湾，因为对台湾，因为像台湾跟大陆关系其实非常的不是很状况，不是很好。那他们其实来台湾，其实对台湾的好处是说，让他们知道说台湾其实后面会有人帮忙，而不是一味的就是你们一直这样子恐吓啊，一直在做一些这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是。对，其实我在一些媒体有看到说，有些其实我们台美或台日其实都有一些私下的交流，对，这是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是，对，我看到反而是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是，好，讲到台湾跟美国的交流，昨有传出美国国会议长Nancy Pelosi 后个月会来台湾访问，这是可能啦。咱来看这个报道。4月份因为确诊影响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嘛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佩洛西会伫8月份率团访问台湾，展现支持。这是过25年了后，搁一届有美国众议长来拜访台湾。8月的时候会访问台湾的这个报道，那外交部呢，我们并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佩洛西办公室无回应。报道指出，白宫对佩洛西这届行程表达关心，敢真正会来台湾也有变数，因为出访的时机对中国来讲是真敏感，拄好是伫美中关系紧张的时阵。除了8月初1是解放军建军的纪念日。拜习会嘛有可能伫这几个礼拜来举行。4月份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才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今嘛中国外交部搁一概提出反对。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他跟我们关系非常好，什么样反应呢？一定是负面的反应嘛。佩洛西他也会考虑到，他跟政府不一样，是他不在乎嘛。前外交部长田建仁认为讲，佩洛西前较早就真支持台湾，地位自深，搁真有个性。若真正要访问台湾，白宫是无法度甲伊阻挡。另外嘛，几啊届表态挺台湾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赖斯培，带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访问团来台湾，19总统蔡英文接见。赖斯培呼吁西方国家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佮讲美国应该爱离战略模糊政策较远咧。And of course, it is my personal view tha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that it is time to move away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赖斯培嘛针对台湾防卫政策提出建议，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增加无边防的作战能力，查甫查某拢爱服兵役，而且延长到1年以上。今嘛国际政要小联手来访问台湾。
关心安全防务问题的日本议员团体，嘛会伫后礼拜拜访台湾，包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从枪击不幸过往了后，来台湾宣示挺台湾的路线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看到Pelosi 若是真正后个月来台湾吼，这是25冬后顶边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Gingrich 来台湾吼，20冬后美国现任官员吼上悬的坎站来台湾访问，咱知影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吼是美国总统吼继任第一坎的是副总统，过来都是众议院的议长吼。总是伊本底是4月时阵要来，迄边吼是中国用病毒甲阻挡啦，这边用啥物方法阻挡？用抗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甲外交部发言人拢有出来抗议中国外交部长讲，这是违反着一个中国原则吼，一切后果吼，美国就爱家己承担。发言人讲，损害着中国主权甲领土吼，而且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甲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总是观众朋友，你若有看咱台湾新港界，你看到这句话，你一定会想到要讲。美国都无一个中国原则，因是一个中国政策，讲遐济摆你听无郭荣忠大哥，咱看到中国即款的反应吼，搁甲抗议讲袂使安排 Pelosi 来台湾，拄只影片内底搁有讲到这油源有变数吼。总是若是美国因为中国抗议怎无互 Pelosi 来，毋就较细汉。安尼其实看起来吼，美国的政府其实咱来分两地来看。行政部门甲国会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这个机制。是。伫宪法内底，两个是互相制衡的，互相监督的。是。哪有可能讲行政部门叫国会议长你莫去，你莫去倒位，我就爱去。哦。这个原理就无通，咱第一先来讲。但是国会议长敢会讲我来考虑看吼，这个我去台湾会对美国会伤害国家利益无？伊当然会考虑。但是即马美国的规个国家国内规个气氛是安尼，对中国是看做是讲战略的挑战者，甚至有个人简单甲讲，这等于敌人就对啊。哦。当然有个人认为讲，这无到这个程度，吼，袂到要战嘛，吼，咱是会使坐落来讲，会使和平来讲，公看的和平无？是。甚至讲，咱莫有。真正讲军队对军队去讲，中国甲美国，即马是美国人是安尼想，大部分想讲尽量卖战争，但是你也侵害到我美国的上大的利益，包括讲你也挑战讲台湾的民主制度去互改变，安尼美国人但是民主就挂袂掉，伊个有国内法叫做台湾关系法，这是一个足特殊的地位，就是讲。美国人来讲，伊毋是刚讲考虑讲台湾的这个晶片吼 chips， 看有法度供应互我，这供应链的这个安全尔，毋是讲安尼尔。因为万一来讲，伫华人的世界，吼，这个唯一一个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的这个价值观扎下的这个国家强克掉的时阵，对美国来讲，这毋是刚讲军事上的这个拍败尔，是规个伊的价值观吼，伫国内拢会规个崩掉去。哦，每一任政府拢唔敢互这个代志发生。是，比如讲，伊就讲挑战讲，安尼民主就无效啊嘛。这中共的所有官媒还是小粉红，拢最爱讲的，做正人外交最爱讲这爱讲，你民主无效，你台湾选举选到安尼啦吼，这作弊啦安怎，最爱讲这，你领导人贪污啦，都最爱讲这，讲你民主无用论，就爱像阮中国特色的这社会主义安尼较对，应该别讲这套。所以上好挑战，毋是讲你讲你美国经济无好尔，上好你民主制度嘛崩溃掉。哦。所以包括川普因落尾遐支持者冲入去美国国会，哇！中国大片的人拢哇偌赞的，上好吼，佮出较大代志个。哦。讲较出海听来讲，就流血就好啊，佮较济个偌好咧。是。因其实要看美国衰，美国若衰时，台湾个无人听。当然像Esper伊拄则昨伫外交部记者会伊个特别。强调这点讲，咱台湾一定要做出来一个感觉讲，一个信号足强的讲，咱台湾要防卫家己，
所以全世界唔是讲美国要支持咱了，唔是讲日本支持咱了，所以是所有的民主自由的盟国，吼，包括欧洲，包括甚至讲中美洲、南美洲，甚至非洲啊国家也要挺咱台湾嘛，真好啊，吼，全世界拢挺台湾的时候，咱台湾的安全够好度保障。是。 郭永忠，大哥，你拄则讲到这，咱即马来看昨美国前国防部长伊所讲的内容吼，伊大声讲看到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吼，就证明讲专制的国家优源伫存在，而且伊讲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已经无路用，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伫这个公报内底明确讲美国认知讲中国认为。 台湾属伫中国的一部分，伊是无要甲挑战，伊敢若认知尔吼。总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讲，这个一个中共政策即马已经无路用，而且美国应该调整这个战略模糊的策略吼。伊安尼调整了后，伊对台湾共款，伊有期待吼。伊讲到讲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可能爱增加吼，飞弹系统啦、防空系统，这拢是咱所爱要义的代志。而且伊讲到讲台湾的这个服兵役的这个期间吼，可能爱互伊较长的，可能会当到一冬吼。总是昨伫记者会的时阵，记者会甲有甲问讲，你讲这个。兵役的期间，敢是男性甲女性拢是爱去做兵吼？事实上，美国前国防部长伊所讲的是，这个问题爱交互交互台湾的人民家己来决定哦。因为对伊来讲，美国是别个国家，伊无应该干涉到咱台湾的内政吼。林老师，美国国防部长安尼讲吼，伊讲美国爱调整这个战略模糊的策略。事实上，伊讲到咱台湾的国防，敢是放一个意思是讲，咱台湾防卫家己的决心吼，嘛爱明确。就是讲符合咱台湾甲美国算讲是军事的伙伴的关系。是，我最近都看伊的回忆录啊，哈，这个回忆录的名叫做一个神圣的誓词、宣誓啊，哈，宣誓啊，哈。我讲伊即内底讲到台湾有不止啊这，哦，所以伊的立场并毋是讲来到台湾，还是讲伊落台以后，以及。2020当11月，是，他明明是这个川普政府上落尾啊，吼，川普解职，吼，但是伊即内底，伊是认为讲，伊所效忠的是美国这个国家，吼，虽然对川普总统有足大的失望，但是伊宁愿爱个为做国防部长来替美国这个国家安全来防卫，吼，伊的册内底有讲到台湾有几项代志啊，吼，就是讲伊任内，吼，就是对台湾的关心，甲对南海的关心，是甲中国有关系，是，吼，这是足大一个部分。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伊是认为讲，川普啊，常常讲一寡话，吼，叫伊爱做啥物代志，比如讲叫伊来调动这国民兵。来镇压一寡这个示威的民众。美国国内，美国国内，哦，所以伊认为讲伊袂当安尼做，吼。个另外就是讲，为着要甲这个中国要有直接的联系，吼，所以伊就敲电话，吼，原来要求这个参谋所长联席会议，那就这个参谋总长共款啦，甲中国的参谋总长、参谋长，吼，即马叫参谋长，要有直接的。通电话，吼，所以咱看到这个艾斯培，吼，伊对台湾的关心，过去就足侪，包括对台湾啥物武器应该爱卖台湾，吼，即马就是讲，伊讲到这个战略啊，美国战略模模糊糊，这个代志，我感觉这个是美国即马拄啊，哪来哪一个人都来检讨这点，是，哦。就是讲，爱考虑到台湾甲中国这个军力啊，哪来这个差距哪来哪大，吼，所以美国爱讲得足清楚，是，因为讲清楚以后，中国就袂当遐乌白相，
吼，咱看见这个7月7日这安倍哦不幸的代志。是安倍伊今年的4月乌克兰战争以后，安倍文是建议美国政府爱来改变这个战略模糊这个策略啊，吼。所以伊真正是对台湾有足大的关心，吼。就是讲咱即马虽然讲有这个女性这个募兵啦，吼，但是这个伊有点仔天花板，吼，天花板，比如说比率啦，吼，比率你袂当超过18%，还是20%，吼，你若讲超过，虽然讲有足侪女性想要去做这个志愿役，但是你就无法度，吼，伊的意思就是讲，台湾应该爱利用这个时间，我原来认为讲这是台湾上好的时间，这个。咱有受到这个威胁，吼，应该爱好好来考虑，和台湾的民众、少年人知影，咱家己的国家、家己的土地，咱袂使讲完全来靠别人，吼，这别人有足侪意思啊，就是讲，以台湾本身，咱家己无去做，互别人去做，还是靠外国，吼，尤其是美国，吼，所以以这点来讲，我是讲，伊的建议是做普遍啦，并唔是讲有特别吼，特别甲其他美国人。不是讲指导台湾应该安怎做？当然，美国因为甲台湾有足大的关系，是因为美国人的性命是甲台湾连做伙，唔是讲你台湾出啥物代志，伊徛伊边啊，啥物代志都无做。恁讲美国人的性命财产都甲台湾挂在一起。伊当然就爱有这种建议。是。尼拄只郭荣忠大哥吼，甲林老师拢有讲到吼，美国的利益甲台湾是牵做伙，而且咱看到美国前国防部长伊家己的册内底，就讲美国国家利益，佫讲到台湾吼，伊嘛讲到讲做兵的代志，讲到男性甲女性拢去做兵遮的代志吼，咱看你的清查。咱知影讲，你一定袂反对讲女性去接受军事的训练。总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讲到这个问题，伊是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来讲，咱看到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时阵，因是全国拢在反应嘛。女性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代志吼，对你来讲，你的想象是安怎？其实我个人来说，如果需要我一定会，我觉得我很认同，个人我一定会去当兵。至少你也牙签对吧？对我本身会。那其实女生当兵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好事。对我来说，我个人是觉得我当兵我没有问题。那因为当兵它本身有不同的职务，有的可能女生可以像之前像金门的例子来讲，金门之前他们那时候有民兵跟国军两个一起，那女生可以做什么？她不只是可以当前线，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的可以当医护兵，有的可以当当那个煮菜的，就是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去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赞成，如果要我去当兵，我没有问题，我一定会往前线去，因为我本身就有做相关的训练。是洪忠大哥，按你拄则所讲到的吼，女性可能会当牙签，嘛会当做医护的工作吼。要煮饭嘛是会使，伊讲到这个概念，就是讲咱若是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一个发生的时阵，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是发生伫街仔路面顶吼，亲像这款的状况，战争既若发生，啥物代志拢是甲军事有交叉，是毋是安尼？是，无毋对。昨伊个 ESPER 这国防部长、前部长，伊伫记者会时，我伫外交部楼顶嘛，吼，他们做伙。阮其实我听到伊讲的最重要一点讲。你无就是讲战争的时阵，甲军人有代志。恁看乌克兰，啥物人，男女老少拢向拍，拢向伤害。所以这个时阵，你也无较紧有法度去抵抗，恁家己会真正去衰小啦。咱来讲嘛，吼。伊甚至讲乌克兰内部甲因美国军方讲，做后悔进前几年无较紧做好所有的准备。无加做准备，所以包括讲咱这全民皆兵啦，吼，讲真诶啦，毋是讲所有的人拢变做讲第一线拢摕枪摕炮，毋是，咱有足侪都无共款的专长。像我吼，我读航空工程、航太工程，我做兵的时阵，我的专长的号码就是去用管制，空军总部过去叫总部，即摆叫司令部。当年过来都来督导讲，
这个人过程中有去修理发电机无？是。你若走去做一其他吼较凉的吼，吹冷气的袂当，你甲我叫掠去，阮队长会叫人办，你知无？所以阮真正去修理发电机，迄阵是 F 1动视。啊，像讲查某足济即摆吼，自愿意的吼，落去做后勤，因修理包括讲咱这吼电子零件，咱 F16也是讲 IDF 也是讲幻象2000，足济后勤的这维修，其实因吼足细心的吼，足细致的吼，比咱男性做这工作更较高。哦，我讲真诶，这真正是咱台湾战略的保障，伫后壁遮吼后勤遮维修遮足济人诶，其实查某女性是真高。咱毋是讲伊一定啊讲哦，像安尼，因为去训练，伊拢去海外去拍迄个实弹步枪啦、吼机枪啦，这手枪免讲，手枪一定练诶，迄可能佫比我较准诶。我嘛有去练啦，吼，阮但是嘛有去关岛去外国练拢有，但是咱查甫因为本身就去做军训，所以军事训练咱做兵的时阵，就拢包括用卡宾枪、武器、步枪，咱拢用过。啊，但是查某你讲免讲，大家人拢去。咱无需要，无需要做到这点。啊 ，SP 伊意思是讲，因美国的文化就是男女拢去做兵，这足正常的。因为因吼西部拓荒的时阵吼，包括讲更较早，美国甲要独立战争的时阵，足济查某嘛骑穿起来抵抗英军啊。是。迄是因为传统啊，因就是为有人民的武装，家己争取国家的独立甲主权起来。是。迄有迄个文化，但是咱台湾无即个穿的文化。足济咱即摆有毛讲，警政署最近咧讨论讲，因为吼改做迄个乌枪伤济吼，即摆考虑讲，恁这台湾的这玩具枪吼是铁啊做的，看会用甲禁掉无？啊，咱当然玩具枪的业者做反弹的，讲咱台湾第一名，咱台湾是玩具枪王国，外销偌济，那台湾讲家己袂当胜奈。啊，这嘛跟全民国防有违背，因为包括讲你看安尼都顶即支，台湾咱第一等的。国家做的，全世界第一等的品质，是足济国家的军队甲警察因素底下，拢是先用这去训练，这空气枪，伊毋是实弹，但是伊做空气枪的时阵，用背面做一个危险的，伊用练动作、练反应，伊当然毋是讲练拍准啦，因为拍准的时阵，佮用真枪去拍，所以这是包括你讲，咱当爱讲 SP 的建议，啊，就讲女性伊也要来练这，咱做欢迎的。当然，你嘛是讲，无讲吼，人叫你去你就去吼，有诶讲，甲你干2个啊吼，啊个放声啊，因为你台湾无得拍实弹，拍实弹，你敢拍 BB 弹的时阵，其实无影讲真正你知影迄枪的威力、甲后坐力。讲到这，咱来请教安妮吼，你桌顶有一支枪吼，咱知影迄毋是真的啦，啊，你嘛袂通，你嘛毋通甲摕起来，我会惊。总是洪总大哥拄则有讲到，你去国外参加这个训练吼。敢有啥物足艰苦，还是足趣味的经验，会当甲咱分享？就是咱伫台湾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看到这款的训练的方式，针对女性来讲。因为我自己除了我在国外，除了就是我有去日本受训，也有去菲律宾受训。那我在菲律宾是做实弹的训练。那实弹训练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会使用原装弹跟再制弹。再制弹就是你原装弹打完之后的再制弹。你要从中去了解说再制弹它的风险是什么，你要怎么去挑弹，这是比较特别，在台湾不可能去做到。那你自己要用的弹，你要自己去填弹。那再来就是你要对你的枪的状况你要了解，虽然你在国外你没有办法说这把枪你没有办法接触过，你虽然只有玩具枪接触过，在台湾的时候，那到国外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遇到状况，你打到一半突然障碍上有问题，你要怎么做障碍排除？你在心理上压力，它是实弹，它不是玩具。也就是讲，你的意思是讲，会有人摕真的枪实弹甲你对射？不会，但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是对靶，我们不会对人。但是你可能在射击的当中，你可能会有可能枪卡弹，你要怎么去做障碍排除？你当下你没有办法请人家帮忙，你可能就自己要去做，因为人家也会怕，你不可能转头说，请你帮我做维修干嘛？因为人家是实弹，人家会怕，这是比较特别。你要怎么去做障碍排除？再就是。你每天打完训练完后，你枪的保养维修，你要自己去了解。这是比较特别的经验。对，在台湾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这样的部分，因为台湾都是玩具枪。那我在台湾也只能用玩具枪做训练。是。你伫这个接受训练的过程当中，用一个女性的角色来讲，你敢有经过迄款？你感觉你已经被砍伫啊，无法度搁承受这款的状况？
还是女性的骄傲，互你坚持落去？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去国外，我觉得就是告诉自己，我就是要完成，你代表台湾，你不能去做出让人家觉得看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知道都撑过去，就是只有到晚上觉得天啊，全身酸痛，可能什么等等，就是都有可能就晒伤什么的，因为毕竟就是没有办法去像在台湾那么的舒适。是，算讲。甲性别无关系的台湾人的志气吼。王理事长，美国情况部长讲到这个男性甲女性做兵的代志，另外伊阁讲到兵役的期间延长的问题。咱总统的回应是讲，这是咱咧思考，有缘咧思考，还无决定啊吼。就你来看，战略的角度来看，咱台湾若是甲军事训练的这个期间吼较延长，对咱的国防实际上的帮助是啥？当然吼，做4个月兵实在无当做啥啦，因为即摆战争吼，毋若拿疫情尔，都有迄个足重要的迄个高科技高技术的迄个啥，迄种武器爱训练啦，爱用，迄训练可能拢爱几6冬啦，毋是讲你来啊训4个月，4个月得当这个上战场迄种这4个月的想法是讲，战争啊，就咱像迄小米加步枪你讲举这枪上战场就会使啊。即摆毋是，即摆拢是用啥？这个叫做按钮你讲，譬如说迄个啥，光很简单的这个这个啥，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咱无看到这标枪飞弹迄种的你要拍这个啥？这个坦克你嘛爱足久的训练啦，毋是讲4个月你得当去拍。如果要拍迄个大的飞弹来讲像这个啥飞核能机啦，这种方面的这代志，讲实在啦，4个月是无可能的，所以延长1年想完成一个基本的叫做军事训练，或一个民个会当讲做一个战争发生的事，马上迄个去战场的事，可能1礼拜得让得恢复伊较早做兵所训练的这种战术，所以我会感觉讲说延长迄是应该的啦，那咱阮这代拢是啥做1年10个月大专兵以前的有的是做啥？高中就有做3年的海陆啊迄种，迄阵是感觉较长啦。所以是啥？因为咱民主化了大家政党为着要选票嘛，所以直咧甲迄个兵役期这个迄个缩短。即摆问题咱若要延长还佫有一个考虑啦困难的就是讲，因为咱即摆少子化，1年甲几个可能迄个啥120万的少年人你也要做兵咱迄个啥，这个竹科、南科拢嘛爱这个啥，这人对不对？是。所以为什么有迄个社会系就是可能台积电欠人即摆你要做替代役嘛伊需要人，所以咱即摆就是少子化了你军中也个延长的是，咱的人才。咱的人数够不够？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迄个啥爱思考的所在。是，洪总大哥，拄则咱讲到大一直咧讲服兵役这个时间，实际上我感觉若用服兵役来讲较无确实啦。事实上，咱若是用这个战争的角度来讲，是大家爱去接受军事训练，因为台湾受到军事的威胁嘛咱去接受军事的训练，战争若发生的时阵，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家己的位置发挥这个效果，这对咱台湾是有帮助的事。对，这像赵老师讲的咱整体的这个国防的力量，毋是讲靠1、2下就是讲。我拢讲练开枪就好，还是讲我拢练飞行员好，毋是每一个这个部分拢爱斗起来。咱一个拼图的那个斗好的时阵，这力量才会出来。包括咱之前讲飞行员其实就拄着足大困难，少惊话少生生来伤少，其实是足大问题。因为
人少的时阵，你要个经较突出的吼，体格好，体格好，包括目睭好啦。我讲较歹听，我当初本来要去考空军官校，阮校阮同学2个人，高中、台中二中，搁去话讲要去考，结果要考进前差不多一个月拜5，我感觉讲目睭哪会安尼，无啥准安尼，看卖物件无啥准。我有去先去验，家己去眼科验，讲你假性的近视。哦。啊，我问伊讲当时会好，我2礼拜要考试呢，讲这1、2个月拢袂好。哇！啊，我因为真正嘛是讲看了雾吼，我怎讲安尼第一关就袂过啊啦。台中、二中安尼你册读伤济？无真诶，可能是要练考吼，较紧张，还是安怎吼？生活较无讲迄落较紧张，所以看无好。结果大学联考考了，我目睭佫好啊。哦。变1.2、1.2，这足奇怪啊！啊，阮同学已经背 F16第2批中主校教官。去美国，等来背到变中校，拢退休啊，退落来，即摆咧背 Airbus， 伫咱华航。啊，是讲真，这个是讲，迄阵咱算讲台湾人口是够济，咱要经这个人出来吼，经老人，经用做这个代志的人真济。但是即摆咧，有的人我讲我体格好，但是我无想要做兵啊，还是我无想要做第二军人啊，吼啊。佮免讲，我爱通过足侪考验之后，我就做战斗机飞行员。所以这真侪军种吼，甲包括讲海军陆战队嘛是共款。迄敢爬天堂路，讲你一礼拜魔鬼州、地狱州，迄体格你也有法度安尼打会过，吼，包括精神上的这折磨。哦，迄毋是讲开枪就好呢，开枪是讲你穿起来手袂酸吼，看会准拍会着尔，毋是。你可能包括你讲迄个 sniper 狙击手，伊点一个所在，秘伫遐，可能1工拢无叮当。哦，这嘛是体能的考验。对，迄嘛是体能考验，还有耐性。是。吼啊，你拄着你的目标出来，包括讲你讲即摆乌克兰因咧拍俄罗斯的时阵，伊有的将官个出来俄罗斯的时阵，迄 sniper 就是比较等。哦。单天效益。是。伊无一定是开枪解决，但是监控伊的形成，你走来走去，通知重要的武器，甲处理掉冇可能。是，吼，包括这种部队拢做假的啦。我讲真诶，这拢做歹找的人，特种部队、战斗机飞行，这拢做歹找的人。啊，少子化其实是真正是国安的危机，毋是讲吼，啥物人会使去搞建保费尔，毋是讲这单纯啦。是。咱台湾受到中共的这个军事威胁吼，咱需要增加咱的国防的力量，嘛需要增加咱的国防的武器吼。美国对台湾吼，今年已经第4摆军售啊，咱来看这个报道。日头长炎，官兵全副武装，离汉光38号的演习剩无1礼拜。国军模拟淡水、台北港、甲八里海沙堡，会成做首都防守上界重要的战线。工兵先伫个桥骹演练架设防御工事。阻挡强军为海沙堡登陆。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放伫台湾北部，模拟强军以战斗轰炸机、甲武装直升机突袭台北港。国军展开反击、甲防卫作战。19早起，乌鹰直升机甲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大声进行半兵力的演演。陆军嘛伫台北港甲淡水河爆发演练反突击的项目，甲用伫架桥的 M3水陆2用机动铺门轿车，战争的时阵变做是爆发布雷艇。伫水顶部署济布雷的汽油桶，来阻挡强军登陆。南台湾陆军航特部19透早伫屏东潮州空港场进行4架次空降兵的跳伞，还佫有15个人高空神龙跳伞。有家长因为囡仔有参演，报名3点外专工为台中落南来看。延伞在跳的就比较矮，那看起来就好像有那种战争片那种真的在降落那种。感觉啊，亲临现场的感觉。今日该壮观啊！是哦，对啊，很多架机连续那个伞都是圆的，这样跳下来，真的很壮观。东部海峡操演的部分，海军的长途雷达机动车组嘛有加入操演，配合3飞弹机动发射车组，验证东部地区机动雷达站启用攻击了后，由远途雷达机动车组退守侦搜的任务，引导飞弹精准拍到强军海顶的船。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拄则林老师有讲到吼，中国的军机来扰乱咱台湾的领空吼，去年超过843台，而且2020年以来到大吼，逐个月平均有18天会出现中国的军机来台湾扰乱，其中11天吼是暝时嘛会来哦。我较早住伫台南的时阵，若是6、7点的时阵听到无人机的声，咱就知影讲阿强啊搁来吼。林老师，咱看到台湾海峡受到中国的军机扰乱，伊可能会接近咱台湾海峡的中线，而且伊会伫这个南平遮吼，这个所在上济，而且东南边嘛上济吼。啊，中国的军机来扰乱遮的区域，伊敢有什么特殊的目的选遮的所在呢？当然，咱会能看到这红这个空域啊，吼。是。这个是离台湾小可较远一处啦，吼，无想讲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海峡中线并毋是小小的海峡中线，伊有5点的经纬度，吼，啊，第3点在中间那一个就是讲马祖到新竹，这个是上底的，吼，咱知影就是讲中国的战机，按讲越过海峡中线，这是上危险，吼。啊，过去当时选定美国的官员来到台湾，吼，比如讲啊，2020年的8月到9月，美国的卫生部长抑个伊台湾，吼，啊，伊就越过中线8月，吼，2020年，啊，2020年的9月，美国的国务次卿Kit Clark 到台湾9月，因为共款，是2日。东越过海峡中线，这是上危险的一个阶段。就是讲，伊的目的，就是较离开台湾稍微较远一处啦。不过，伊每一届安怎做，咱的空军都爱去理驱离警告广播，这对咱来讲是一种这个消耗啊。所以中国是用伊全部的力量来消耗台湾，和台湾有这种心理的压力。有那军事的挤压，咱知影就是讲，咱的空军有正常安那训练，会做这项目。是啊，即马变做主要，唔惊这个油费，这个燃料费啊，吼，啊，而且咱的飞行员，爱安那，因可能唔是讲加历史年尔，有那报名啊，吼，啊有那透早，中国的战机来，咱就爱去哩，吼，来。来放飞啊，来拦截，吼，还是来驱离，吼。所以因为那是扰乱掉咱甲这个东沙，咱看到这东沙岛，这东沙岛台湾甲这东沙岛有做这空中，哦，比如说咱对这东沙的守军，爱安那去补给，是，啊，即马空中战机伊也要飞行，啊，当然就是扰乱掉咱的。这个东沙，这个空中，甲台湾，这个畅通啊，是哦，所以也在讲，咱若讲要片面啦，吼，有影咱就从咱卖为这个空中，为这个海上，哦，这就是对咱国家上大的损失。是，王理事长，咱看到中国的军机吼，若是伫遮落所好，咱知影瓦郡南海这个所在，迄美国的军舰嘛伫遐呢。啊，中国的军机伫遮咧飞来飞去，敢袂惹到美国，也是讲美日同盟的日本？对中国来讲，吼，伊也要当出这个太平洋，吼，上好的所在就是咱西南第一个海域的海空域，吼，这个所在。因为遐就是菲律宾的军力无悬啦，也袂去甲伊主动。啊，你也要为顶管，吼，就为迄个日本，吼，迄海峡拢足细啦。所以伊要出入吼，无遐简单嘛。是。啊，所以伊伫遮训练吼，除非讲对台湾做一个心理战吼，互阮一个压力吼，互你毋敢去独立吼，即个即个动作之外吼，伊也嘛是想要当出即个太平洋，想要甲去美国吼化洋而治啊。意思讲，伊一半太平洋。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安尼啦，吼。习近平也讲的，这太平洋这有够大啦，吼。这个会让容纳中美两国，吼，这个想法。所以，不过若是安尼，是美国国较无可能允准台湾和中国加去，敢毋是？所以啊，所以迄个啥，这个
进前的是迄个啥，中国讲台湾海峡吼是中国的主权权力甲管辖权的所在，吼，伊无承认这个台湾海峡是这个国际水域，哦，啊，美国这国际水域是美国的讲的啊，哦，因为伊无参加这个签署这个国际海洋法的公约哈，所以美国特地发明一个叫做国际水域，也是这个国际水道，吼，迄个会当行船的这个水道吼。是。啊，美国是大国啊，伊伫个海上伊上霸权呐，所以伊的船要行到底时，伊只要叫做无害通过。哦，无伤害别人的事，迄种通过拢第时了。啊，所以这个情形是你中国讲，这个台湾海峡是啥？是你的主权的范围。哦，伊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吼，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台湾海峡应该是属于这个叫做中国的迄个啥领海迄种型的。啊，美国就讲我无去承认你这个你讲的主权的一个主张就是了，所以伊就爱啥？像迄个昨吼，这个班福特哈，这个军舰哈，伊就解决掉驱逐舰嘛哈，对，经过这个台湾海峡，而且共款哈，昨那这啥这个中国的这个山东号的这个啥，山东号的迄个航空母舰哈，那共款那个，所以两国其实随时拢伫遮咧较劲嘛，对，哦，所以为什么讲台湾海峡是这个？全世界大海上危险的所在，就是因为啊，有中国的迄个军机，啊有咱的军机当要甲驱离，啊水上都有因为航空母舰甲美国的这个军舰吼，啊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是。哦，这是危险的一个所在，所以咱来认知着讲，咱唔是看到的这个啥。遮和平的所在，是，哦，唔是别人当嘛在发烧尔，迄是真正台湾海峡是真危险的所在。是，洪总大哥讲到讲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吼，啊，逐工中国的军机安尼来扰乱，啊，咱台湾的空军共款嘛，升空去拦截吼。总是咱知影美国唔是干那安尼，唔是伊逐工来，咱逐工去哩，安尼尔，伊可能会用无共的关度吼，无共的速度，可能无共的角度来入侵咱即个防空识别区吼，啊，安尼来试验咱台湾反应的即个能力，敢毋是安尼？是。拄则林老师嘛有讲吼，伊一个甲咱消耗、甲咱消磨咱的这个能力，包括讲咱知影讲战斗机吼，这头顶的机械吼，尤其是发动机，是伊有固定的寿命爱去换，所以你若讲做无用，我袂赴去换检查甲换内底的零件时阵，你的发电机就出问题。哦，因咧抄咱的发电机。第一个抄着咱的发电机，再来个飞行员，飞行员耐性嘛叫用料。逐工做烦的。其实，迄个1999年吼，两国论的时阵，阿扁总统的时阵，一个飞机改资料，中部一个连队的一个大队长就死一啦。哦。因为压力伤大。是。伊落尾转去飞机飞民航机，啊，这真正的代志。咱毋是讲去讲伊毋对，毋是。你逐工吼，这足紧张的。因为你去你也去看迄个《捍卫战士》Top Gun，第一集就知影啦。伊去拄着米格机新型的米格机，伊讲无把握伊赢嘛。哦。伊惊到讲看着因无惊的相片，惊到拢皮喘，毋知要安怎降落。是。伊还袂拍哦，敢去互对方甲雷达甲锁伊的尾，锁伊的尾讲甲吓尔，已经惊到皮喘。是。迄是真正有训练的人个安尼，啊你无训练的人要安怎？啊，其实另外一种压力是，伊爱忍受迄个算讲是个就是讲家己给你人嘛。对，你爱忍受讲迄个飞弹袂当射出去安尼。对啊，我的机炮，我的飞弹袂当随便试落呢。我甲雷达无开，雷达要甲锁个无开哦，咱拢无开哦。因若开雷达去锁人的发电机，对方嘛是讲会讲你是挑衅，你有敌意，你要甲我拍。所以我嘛会用找理由去国际社会讲，你台湾的空军吼，台湾的这军方是咧做破坏和平的代志。哦，这嘛一点。啊，佮另外一点就是讲，对方甲你扰乱，甲讲你做烦做气的时阵，万一像电影迄阵美国的 EP3间谍机去南海，去互中共的战斗机去互拦的时阵，迄对方嘛是做气啊，
台湾较整啊，整伊的路，结果怎样弄掉？弄掉伊家己怎样坠落海底阵亡？啊，迄个代志，譬如讲美国这飞机无落去嘛袂当，伊嘛受损嘛，伊无要迫降，无迫降嘛袂当，飞袂转去。所以讲叫人扣留，啊，规个飞机叫人跳了，人嘛叫人关，叫人新闻，啊，闹足大个嘛，啊，所以迄是美国主权国家对中国主权国家的时阵，才好就讲叫迄人一定要搞转来哦，人要搞转来哦，甲无搁拍起来。咱台湾因为中共个徛你的头壳顶讲，我一个事情尔，我要甲你拍，要甲你拍，所以无法紧解决，无法好解决，绝对演变讲，主要像讲王老师讲的，这台海并且世界危机会到爆发。是，所以毋则讲，咱这个空军司令这，比如甚至即讲这蔡总统，因私底下拢甲这飞行员拢讲过话，讲大家要斟酌，莫动气。哦，袂使。做乱想讲你要做啥就做啥，袂使。你飞去头壳顶吼，保护咱台湾的这领空吼，你爱忍。是。咱有武器，咱有战机，但是袂当随便拍。